依家有一個人暗中咁樣及實記錄緊每一筆 Bitcoin 嘅交易，佢仲留意埋 Bitcoin 嘅創辦人中本聰嘅銀包，入面有110萬粒 Bitcoin， 超過700億嘅美金就咁樣放喺度。呢個人仲未開始行動，佢係等緊一個日子 Q Day， 即係量子末日。The upcoming quantum attack. We call it Q Day. Q Day is coming. Q Day is coming. Q Day is coming. 去到嗰日，量子電腦就會變得超級強大，大到可以打破保護 Bitcoin 嘅數學鎖。Quantum computing, you can break RSA encryption standards pretty quickly to get a passcode. 呢啲好似睇戲咁嘅情節，我以前仲以為要等10年，但係冇耐之前 Google 發佈咗一篇警告嘅論文，直接指出幾年內 Bitcoin 可能會出現前所未有嘅大危機。I think to me, quantum feels like where AI was around, 2015. 想了解成個危機係乜嘢，我哋要先睇下 Bitcoin 係點樣上鎖嘅。Bitcoin 用緊嘅核心上鎖技術係1985年發明嘅，冇錯啊，你冇聽錯，係1985年啊，成個陳年舊鎖咁。但係千祈唔好俾佢個年份呃到，佢嘅運作模式其實非常之聰明。Bitcoin 唔同黃金咁，要收埋喺一個勁大嘅金屬金庫裏面。亦都唔需要揸住槍嘅看更每日咁樣及實佢，相反佢係用緊一個超級勁嘅數學鎖。呢個鎖嘅全名係橢圓曲線密碼學，簡稱 ECC。依家我就同你一齊睇下佢點樣玩。你想象下有一張桌球台，呢個就係白波放嘅初始位置，即係我哋叫嘅初始數據 the data。就好似我哋嘅密碼、私隱資訊，甚至係比特幣嘅 private code 咁樣，任何你唔想俾其他人睇到嘅資料，我叫佢 the data。private key 私人鎖匙，即係你篤波嘅次數，而你嘅秘密就係你篤咗個波幾多次呢？假設你要篤佢10542839201次，呢個數就係你嘅終極密碼啦。而呢個 ECC 鎖係點樣上鎖？你一棍篤落去個波度，個波係由唔同嘅方向、唔同嘅力度咁樣彈嚟彈去。只要個白波一停，你又再篤，就係咁樣重複篤超過8億次。呢種彈嚟彈去嘅數學計算，即係 ECC 嘅核心。篤咗咁多次之後，個波終於停低，佢最後停低嗰個位就係你嘅 public key 啦。呢個位置係全世界都睇得到個波喺邊。點解佢咁安全？因為就算係2026年最強嘅超級電腦，如果只係睇到個波最後停喺邊，但係唔知你篤咗幾多次嘅話，用幾萬年都未必可以揾到個答案。咁量子電腦到底係點樣打破 ECC 把鎖呢？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問題。喺拆解呢個量子電腦之前，有一個冷知識你一定要知。你平時用緊嘅網上理財、手提電話、Bitcoin， 甚至係政府嘅機密文件，全部都係靠2把最古老嘅古董鎖去鎖住。第一把鎖係1977年發明嘅 RSA， 另外一把呢就係1985年嘅 ECC。你冇聽錯，成個2026年嘅數碼世界竟然都係運行緊喺幾十年前嘅技術上面。咁 RSA 嘅運作又係點呢？ RSA 嘅運作非常之直白，佢就係利用咗一個數學上嘅特性，乘數好易做，但係除翻開呢就非常之難。大家可以咁樣諗，如果我叫你將2個質數乘埋一齊，好似3、5、7、11咁樣，將2個大質數乘埋，只要有筆有紙，其實邊個都可以識計出嚟。就好似我俾個數字15你一眼就睇得出佢係3乘以5啦。但係如果我俾一個成600個位咁長嘅數字你呢，然後叫你揾翻佢原本係由邊2個質數乘出嚟嘅，呢一個數學就算係依家全球最快嘅超級電腦，計幾十億年都未必計到出嚟。而對比翻喺 RSA 咁大嘅一個鎖 ，ECC 呢就好似一個好細又好高科技嘅智能鎖。
佢嘅運作速度比 RSA 仲快。呢個亦都係點解你嘅 WhatsApp、Apple Pay 全部都係用 ECC 嘅原因。所以我哋一直以為有 RSA 就已經好好啦，而 ECC 係更加強大、更加難解破嘅高科技鎖，直到 Google 發出一個重要警告。 When a quantum computer will break all the cybersecurity, the public cyber in your phone. The key cryptography that we use every day to keep our banks, and that will be broken by quantum computers. 其實 QD 呢個警告呢，2016年已經出咗嚟㗎啦。當時大家都以為，哇，等到2035先會出事㗎啦，仲要有幾百粒 qubit 先可以破到呢個 Bitcoin。咁呢度都順帶一提啦，咩係 qubit 呢？我哋平時嚟衡量電腦嘅 CPU 嘅性能呢，就會用 bit， 而量子電腦呢，就叫做 qubit。簡單講句 ，qubit 越多，性能咧就越犀利，運作嘅速度亦都越快。我哋原本咧以為有成10幾年嘅時間去應對呢個 QD， 但係 Google 嘅警告就話俾我哋聽，佢依家只係需要用50萬個都唔使嘅 qubit 就可以破解到 Bitcoin。呢個數字比之前嘅預期細好多。Google 預計 QD 大約喺2029年到2030年咧，就會殺到你。係啊，冇聽錯啊，係真係得返3-4年嘅時間咋。到時 Bitcoin 會唔會變成廢紙？我哋喺銀行嘅錢又可以點算？咁量子電腦又係點樣破解 Bitcoin 呢？其實老實講，我喺整呢個稿之前，我其實唔係好明白量子電腦係咩。但係你睇完我呢段片呢，你就會明晒㗎啦。量子電腦有2大超能力，第一大超能力就係 superposition。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有一個迷宮，傳統嘅電腦咧就好似老鼠揾芝士咁樣，老鼠咧每一次只可以行一條路，撞埋牆又要行返轉頭，再試下一條。佢仲要記埋邊條路係死路添。如果個迷宮係超級大，一隻老鼠可能要行成100年先至出到去。呢個就係傳統電腦嘅 bit， 一係0，一係1，每次只可以做嘅係一個位。至於量子電腦，你可以想象成個迷宮突然充滿咗一陣好濃嘅煙，因為佢有呢個 superposition 嘅超能力。呢一陣煙呢係唔使揀路去行嘅，佢聞到啲芝士味就會同一時間流向每一條嘅路。呢一陣煙呢，一陣就探索晒成個嘅迷宮。佢揾到死路嘅同時，亦都揾到出口。呢一個就係 qubit 嘅 superposition 嘅能力啦。同一時間可以探索所有可能嘅答案。量子電腦嘅第二個超能力就係 entanglement。如果 superposition 係幫你揾答案，咁 entanglement 呢就係幫你將所有嘅量子變成一個超級整體。你可以想象下，你有2粒魔法嘅骰仔，普通嘅骰仔你擲一粒係唔會影響到另外個粒，但係魔法骰仔唔同，佢係可以糾纏埋一齊嘅。無論你將其中嘅一粒掟到幾遠，就算去到月球都好，只要呢邊一粒擲到6點，月球嗰粒咧都會即刻變成6點。量子電腦就係用呢種心靈感應，將幾千甚至係幾萬粒嘅 qubit 連埋一齊做嘢。呢一種 power 唔係1+1等於2，而係幾何級數咁樣爆發出嚟。呢個就係點解量子電腦對 Bitcoin 嚟講係一場噩夢。正如 Google 嘅警告，佢話量子電腦唔係靠撞你個密碼，而係佢一眼就已經睇穿晒成個數學，直接指住你條 private key 讀俾你聽。咁 Bitcoin 又會唔會死呢？我呢度唔係講緊好似喺睇戲咁樣，嗰啲黑客就咁喺個 keyboard 嗰度打幾下就話 Access granted， 而係一場非常之高速度嘅數學騎劫。量子電腦主要有2個好恐怖嘅方法去騎劫你嘅 Bitcoin。第一，佢嘅對象係呢啲 Ghost Wallet。依家大約有650萬粒嘅 Bitcoin 係放喺個舊款銀包裡面。呢一種銀包有個特性，
就係佢嘅 public key 一早就已經暴露咗喺全世界度，任人睇。量子電腦只要望一眼佢嘅 public key， 就可以喺幾分鐘之內到頭推算翻出你嘅 private key。大家計下數，650萬粒 Bitcoin， 即係講緊成5500幾億嘅美金，可以突然之間喺幾分鐘之內俾人偷晒。另外一個方法更加癲，大家可以咧想像成為一場搶支票嘅大賽。當你想轉走 Bitcoin 嘅時候，你嗰張支票咧會入去一個等候室，即係 meme pool， 等大約10分鐘咧先會正式被處理嘅。就好似你寄信，將封信擺喺個郵筒裡面，等緊個郵差嚟收咁樣。喺呢短短10分鐘裡面，量子電腦可以好似一個超能力嘅人咁樣，中途截咗你封信，用佢超高速嘅速度打開你嘅密碼鎖，然後寫封新嘅信，將啲錢咧轉去自己個袋度。佢嗰張假支票甚至可以俾你張真支票更早咁樣入到去個系統。你會眼白白睇住你嘅 Bitcoin 消失咗，而你原本嗰張支票甚至仲未入得切咧俾人收，就已經冇晒啲錢。咁 Bitcoin 嘅 mining 咧，掘礦方面係咪量子電腦都會太勁掘晒所有嘅 Bitcoin 呢？好彩就係其實 Bitcoin 嘅掘礦同平時咧我哋解密碼嘅情況係好唔同。掘礦係用一種叫做 hashing 嘅技術，你可以想像佢係得一個鋤頭嘅掘礦揾數字嘅遊戲。雖然量子電腦咧比普通電腦即係掘礦機咧擁有一個超級快嘅手，但係佢同普通電腦一樣，都係得一個鋤頭嘅啫。所以就算係量子電腦，都只係可以乖乖地咁樣一個試完再試下一個，冇得好似破解其他密碼咁樣咁直接揾到答案。所以只要 Bitcoin 嘅網絡將佢揾數字嘅難度提高，就算量子電腦對手有幾快，都依然好難追得上呢個難度。即係簡單講句，量子電腦對 Bitcoin 嘅 risk 咧，係佢係可以突破你嘅 ECC， 好似賊仔咁樣搶走你嘅 Bitcoin， 但係佢仲未可以破壞成個 Bitcoin 嘅生態系統。不過對我嚟講，真正嘅問題係信任，而唔係俾人偷晒啲 Bitcoin。你可以試下想像下，如果任何一個擁有量子電腦嘅人都可以隨便咁樣偷晒你嘅 Bitcoin， 咁仲會唔會有人想買 Bitcoin， 想 hold 住佢呢？呢個就係問題所在。如果需求歸零嘅話， Bitcoin 嘅價錢都會跟住暴跌。而且如果你諗遠少少，呢件事咧唔單止係關於 Bitcoin， 係關於你銀行裡面嘅所有錢、政府嘅所有機密文件，甚至係全世界最高級別嘅軍事機密，有機會全部都會被曝光。呢一個亦都係可以解釋點解 Google 咁努力去研究呢樣嘢，仲要發布埋警告。而 Google 呢個警告白皮書個名係叫做量子漏洞攻擊。要睇翻成件事嘅大局，我要睇翻科技史上最經典嘅一場驚慄片《千年蟲》。It's called the Y2K or Year 2000 bug. It's a problem that some fear could cripple the nation. 喺50到70年代，早期嘅電腦 memory 咧係貴到飛起，1G 嘅容量咧講緊係要100美金。啲工程師咧為咗慳錢，佢哋將年份咧縮到去得返2個字，譬如1975年寫成75。嗰陣時嘅科學家已經警告，如果去到2000年，電腦會分唔清係1875定係1975，但係冇人聽。結果去到90年代，銀行系統問題咧開始陸續浮現。30年嘅 mortgages 利息計錯數，2015變成1915，2000年先到期嘅信用卡變成過期，碌唔到張卡。去到嗰個地步，全世界先至識驚，甚至諗埋會唔會連核電廠都會爆炸㗎。最後咧，全世界用咗6000億嘅美金修復翻咧幾萬個嘅 bug。3, 2, 1, Happy 2000！去到2000年1月1號，最終成個世界冇出到大事，並唔係因為千年蟲係流嘅，而係因為班工程師
提早滅咗啲蟲。所以依家我哋又係玩緊同一場嘅賽跑，今次嘅對手係量子電腦，而我哋得返幾年嘅時間剩。Google 之所以發佈呢個白皮書警告，唔係想 show 佢哋部量子電腦有幾勁，而係一個負責任嘅警告。喂，我哋整咗個大鐵錘出嚟，可以打碎你屋企道門。我呢就唔想做衰嘢啦，但我就提早話定你知，我個鐵錘呢已經係喺度噶啦，而且越嚟越大力。佢喺度催緊政府同埋銀行唔好再拖，依家就要開始換晒你啲老古董嘅數學鎖，因為呢個數碼世界要崩潰嘅話， Google 自己成個帝國一樣會玩完。Q-Day 呢係真係會嚟到嘅，但係 Bitcoin 仲有冇得留低呢？咁就要睇下佢換鎖換得快唔快過 Q-Day 啦。你又可能會問，喂，中本聰都唔喺度啦，把鎖係咪話換就換先？冇錯，冇人係可以直接改中本聰定落嚟嘅 Bitcoin 嘅 code， 但係 Bitcoin 係開源嘅，即係話全世界嘅工程師都可以提議呢個換鎖嘅方案，即係 BIP 建議啦。只要大部分嘅礦工係同意，而且更新翻佢嘅軟件， Bitcoin 係可以進行升級嘅。而呢個集體同意嘅過程，其實就係 Bitcoin 最大嘅防禦網。除咗 Bitcoin 之外，量子產業咁大，有冇其他嘅投資機會呢？當然有啦。喺度我都幫大家將成個嘅量子產業拆解成為4大層，睇下邊啲公司先係真正嘅主角。第一層係硬體地基，亦都係 hardware 啦。量子電腦佢非常之矜貴，要喺接近-273度嘅極低溫或者極度真空嘅環境入邊咧，先至喐到。所以生產嘅公司咧，要求嘅技術門檻係非常之高。全球只有少數嘅領頭公司，包括 IBM、Google、IronQ 同埋 Rigetti。譬如 IronQ，佢哋最新嘅年收入已經去到1.3億嘅美金。增長超過200%，佢哋仲開始喺美國起緊自己嘅零件工廠。第二層係軟件同埋演說法，我睇到嘅就係量子電腦嘅競爭已經唔係再單純咁樣比拼邊一個嘅 qubit 比較多，而係比拼緊邊個計得準。呢度亦都係 NVIDIA 稱霸嘅戰場，佢哋嘅平台叫 CUDA-Q。大家可以咁樣諗，量子電腦咧依家仲好似 BB 仔咁，好嘈，好容易計錯數。NVIDIA 就用佢最強大嘅 GPU 幫量子電腦糾正錯誤。點解呢個係重點？因為好似 IonQ 呢一類型嘅硬件公司，依家可以直接用 NVIDIA 嘅工具，而唔係自己由零開始寫 code。既然 NVIDIA 提供咗可以令量子電腦正常運作嘅軟件，佢就變成咗成個量子產業嘅收費站，有啲似邊個路過都要俾一啲過路錢佢。如果你覺得糾正錯誤係量子發展最大嘅難關，咁 NVIDIA 就係一個最關鍵嘅角色啦。第二層裡面仲有其他嘅公司，譬如幫工程師寫電路圖嘅 ClassIQ， 同埋搞工業優化嘅 Zapata AI。去到第三層就係雲端服務，喺度我會特別留意 QaaS 量子出租。一部量子電腦咧係貴到飛起，普通公司唔會買得起，所以就出現咗呢個出租嘅模式。代表公司係 Microsoft、Amazon， 仲有 IBM。呢啲科技巨頭利用佢哋原本嘅雲端王國，將佢哋嘅量子運算咧租出嚟俾其他嘅廠去用。譬如藥廠去計算佢嘅新藥，或者租俾能源公司去計算佢哋嘅電池配方。對我嚟講，出租量子技術係一個最快可以將量子產業變成錢嘅地方。最高嘅一層係網絡安全 PQC， 呢一層同 Bitcoin 嘅命運係最有關係嘅。既然舊鎖會爛，全世界都要換一個新鎖去抗衡翻量子嘅安全鎖。代表公司有 Palo Alto、Cloudflare 同埋 Sandbox。對我嚟講，喺2030年之前，全球嘅銀行、政府甚至係 Bitcoin 都要完成佢嘅換鎖工程。呢一個係關乎生存嘅
剛性需求。既然 Q-Day 嘅窗口已經打開咗，我哋全人類呢，其實係同緊呢個 Q-Day 進行呢個時間競賽。就連美國政府 NIST 都已經喺2024年正式落實咗第一批抗衡量子加密嘅標準，即係代表依家呢係全球一齊進行緊呢個換鎖工程。與其擔心舊嘅鎖會被打爛，我哋呢啲投資者不如依家就裝備好自己嘅投資組合，揾下一個合適嘅投資機會，希望自己嘅錢可以同量子技術一齊進步。好，今日我就分享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呢段片，記得留言、share 同埋訂閱。下次再見，拜拜。